看着我干嘛？你到底吃不吃了？你不吃我走了。我吃。我真的不在吃啊。我只是想去客厅看电视，你慢慢吃吧。哎。 赵文昭，这药没过期啊？你说阿姨是看错了呢，还是故意的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测好了吗？叫好了。 38度3，你赶紧睡一会儿，等会儿我再来看看烧有没有退。没事，我不困。睡。好。周晓，干嘛？你不会走吧？不会。 真的，我想走也得出得去啊。周晓，又干嘛？你能不能帮我把楼下包里的耳机拿来？我需要听一首歌才能睡着。好的，少爷。真麻烦。